你看，我找到男朋友嘞！这个你要找到男朋友他呢？干都真真是哎！第六牛，哥跟真啊！我真真，啥？干都真真个？公真呢？个啥？怎么干真个是？别笑！不然真真真嘞？个啥？干都懵逼了，他怎么定定真个哟？怎么了？你看，他给我找到了瓶子吗？这个人给我端就带，我你的瓶盖马上你就开。那，真真，搞真真，这看多多，马上开个竞争奇迹。我的妈，我领他多。介绍的老 play， 那骗子都看得到。你别笑。我再抢。那天你看，我电脑崩了。第六牛，跟那忙着考。跟那忙着考。第六牛，我要读约一头牛啊！侬约头牛我一直考油啦。哎呀，我他搞约了嘛？我他搞我给我约了都只考嘛？侬还是叫老师约得了了没约？我他搞我给我约，侬就只考背了。我都不记得，就约了嘛。我大少的约，你猜我多少次一定考高？搞成不再是求约的，给我就考高了。你别笑。我只约啦，只敢约啊！都在那时候都是点播手，广播率就是广播率啊。约到那头约没？对广播手，我只约了。约到那头约没？对广播手，我只。才不老了呢，怎么长那么呢？你到了视频和免费专购来咋看过？喂，第六牛，喂，免费，姑娘好听啊？姑娘真是一个呢，姑娘背着好久啊！好的了消息好知道我打这个么子专购来咋看过网站感到你迷信了哈，这个么啊？玩漏自动吧？喂，挂大了嘛？还是要装卡？你来再挂？还是要装卡？你来再？没有银行要我家帮手呀！我一年只咋么车在后面的银行没得挂子手，我一年份都知道花，这真要当人了！太过了，真大内裤！我有的东西挖到路。什么？北坡早就支路一路南路，下熊满错。日本防狼喷雾。喂，没叫防狼喷雾呢，这要一瓶可以用1箱啊？哦，我那个摸一包瓶嘛，因为我做家族老师还个手，你到那个用子当哈。第一包瓶。你别笑。奥迪的香水。9块9包邮啊！弄那个没梦中了，一瓶喷菜香，摸一包瓶喷紫椒香，2包瓶喷1包香。刚好着我要放狼喷雾草多，我那做家族老师还个手摸，有那么多啊！我那个潇洒我要用咋了的？
没早头多年短大这个，只晓这个用啊嘎。喂。